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关键，欢迎收看1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前副市长甘顺泽因为怎么了？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关键，欢迎收看1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前副市长甘顺泽因为计划参选后一任市长，23号已经失去副市长一职。上午市长赖清德在市政会当中宣布，这块由交通局长张正元接任，同时报答正式生效。对副市长甘顺泽离职以后，接任人选的必须外界瞩目。上午市政会议，市长一开始就宣布由交通局长张正元接任，同时进行报答典礼。市长赖清德表示，考量城市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体育大化等重大建设的推展，拢需要交通专业的背景，所以聘请张正元接任。那我们选择邀请交通局张局长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除了他本身学习经历具优，在过去的几年内交通建设也非常杰出以外，也看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未来的交通建设，包括铁路地下化、未来的动工工程的施作，那还有铁路地下化、立体化的延伸、先进运输等，很多地方都需要一个交通的常才，所以呢，我们邀请交通局张局长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职务。那我们也很感谢他愿意接此重责大任，在市长的手下接下这个副市长的一个工作，我想这个是市长的厚爱跟提携，那让我用另外一种工作的形态来为市民服务。那个人呢会虽然诚惶诚恐，但是我会勇于承担，全力以赴。未来呢全力来投入辅佐市长，来投入一个市政的推动。另外，其他小类个人事的变动，包括副秘书长林彦山将离开公务生涯，由都发局长吴信修接任，以及卫生局长林信哲马拍算离开，回到伊原来医疗专业。对此，市长多处挽留无成，无奈只有答应。至于新任局长倾向对医界找人选，过年以后才正式公布。卫生局局长，因为他本来就是成大的教授。跟我是师兄弟我们都师承前成大医院的林炳文院长，也是因为林炳文院长恩师的帮助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在过去6年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卫生局局长来帮助我们，但现在因为他另有规划会回到医师的岗位上，我挽留他很久了。我怕再挽留下去的话，大家兄弟会成仇，所以我今天只好成全他。其实市府团队当中，包括到处被中央征召担任要职的地政局长洪德阳，以及员工女局长王诗诗，拢被挽留，继续留伫台南打拼。等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2020地震发生以后，伫国内外爱心援助，台南渐渐恢复元气。在届满1冬的之时，市府就来邀请受灾户现身讲法，上午经进一步以负责任的态度，正式对外界说明善款运用等终结的进度。
2020地当将届满9年时，市长赖清德率领所有一级主管以及局感谢各界陪伴台南行过赈灾，同时有社会局长刘淑慧、教育局长苏金安、都发局长吴信秀等相关局处来说明善款运用伫人的照顾、帮握财务损失的补助等上新的中建进度。会中市长真负责任的表示。同理心、专案立管、多元照顾、甲公开透明等4大原则，团队拢专心全力的做到，而且强调总共42亿7千多万的善款，不只按照制度发放，重要是市府需要真有耐心甲住户沟通，互受灾户恢复正常的生活，上界要紧。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它是属于私人的财产。社会的善款我们已经花下去了，但是我认为这样还不足。我们的目标不是接善款的发放，我们的目标是要做到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我要求我的同仁一定要一遍又一遍的跟他解说，跟他分析到底碰到什么困难，我们愿意再解决。一户的很容易有完成，修复的也很容易，但是一排一排的，大家也看到公务局跟水利局的成果。我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同仁表示肯定跟感谢。地当中届满一档，不管救灾还是中建，市府拢设定目标，一步一步完成。市长再次强调，希望日后上帝地当，毋是伤亡有偌济，而是社会爱有偌大，灾民有偌坚强，等等正面的价值。等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阳火车头因为无设立后站，所以对着真侪住伫铁路以东的民众要坐车，拢相当无方便。对此，立委叶宜丁特别向中央争取设立后站5000多万的经费，预计伫今年动工，伫年底来启用，让民众更加利便的交通服务。新营火车站因为无设立后站，所以长期以来住伫铁路以东的民众，拢必须坐过路桥，也就是滨高岛，才会当进出火车站。尤其最近年节回乡的人潮变多，互火车站头前的交通更较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立委叶宜丁特别向中央争取经费，要来建设后站。我们新营火车站终于要有后站了。这个后站我们期盼了很久，因为这个火车站让我们新营铁基路东、铁基路西差足多啦现在呢有了这个后站以后，让我们的东西可以畅行，让我们东边西边可以真正的连在一起，也让我们不会再看到大家为了赶火车着急的在平交道的东边那里干着急让那边的人也可以很快速的进入火车站，或者是从火车站来离开回家。这个工程呢，一共5300多万，我们非常高兴，马上要动工，今年年底106年年底就可以完工总经费5300万的新营后站正式工程，确定今年动工，并预计伫年底完工启用。同时，立委叶宜丁也已经向交通部争取铁路高计划500万的规划经费，目标要改善新营地区因为铁路阻碍社区发展的长期问题。但新闻家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互弱势家庭买当过好年，宜湾人民服务处已经连续第3档募集各界资源，要来帮助因。一透早服务处都有侪符合资格单亲家庭等弱势来领取，估计送出上千份的爱心年菜。冷冷的天，但是有侪互人感觉温暖的爱心活动正在进行。上午市原林美苑的服务处就发送爱心年菜予弱势家庭。因为烦恼弱势家庭伫咧目前物价愈来愈悬、钱愈来愈歹赚的现代社会，可能过年嘛无法度食到一顿好食的年菜，所以准备了上千份的年菜，要发送予南区继收山款的民众，互伊会当食饱，温暖过年。我想要过年了，
大拢希望过一个好年。当然过年期间有足侪代志爱做，拜年菜嘛其中之一啦。今仔非常感谢一寡爱心人士非常的贴心，而且非常的用心，针对我们一些单亲家庭、一些需要关怀的家庭每一户准备了一道年菜。我想这道年菜里面充满了温馨，而且充满了祝福啦。这边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年能够过个好年。收到年菜三百家，民众拢真欢喜。这届爱心年菜的关键活动有英利赛主会以及康黄金爱心协会大力帮赞，才有这么多数量会当发送。也希望借由这款的爱心行动，让社会平安好，拢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另外，接近过年，为了让朋友买单感受年节的气氛，甲社会对因的关怀，3位事业有成的民间善心人士特别准备红包甲物资，送予各项严重在婚姻较困苦患者，甲因提前过节，对面相当危险。为议长的手中接下红包，并还点评笑容，说多谢。这个红包其实是来自民间的3位善心人士，分别由台南市商业总会常务理事宋俊明、西乐店工业灯管委会主委吴茂贤，以及肯伊钢铁公司董事长方展香关键。在事业有成的时阵，也无忘记回馈社会，照顾贫困的弱势平安户。在这过年快到的时候，有一群善心的人士他们过去就是在有一餐没一餐、贫病交迫，甚至有些还是现在在癌症的末期中奋斗的一些的企业家、董事长，他们也体谅这样的心情，所以他们特别在这过年的时期来发放红包，还有很多的物资，要让他们这些的病友们过一个很温暖的年。除了红包以外，宋俊明甲吴茂贤先生佮特别关进尿布、毯仔甲关庙面来送予经济比较弱势的病患，让因感受社会对因的关怀甲帮助。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对日本展览回国的书法大师陈世贤，伊的书法功力一直受到各界肯定。去年曾经伫精英酒店创作长8.8公尺、全国上悬的手写春联，已经再次受邀请以气势十足的龙门联作为挑战的目标，上午嘛伫饭店门前顺利完成。坐到升降梯升到上悬的位置，知名意象书法家陈世宪开始接白气势十足的龙门联，看伊下起大支的毛笔，以回、转、等等的技巧进行手写春联的表演，也引来现场济过路民众的参观录影。现场也有莫斯科交响乐专业的演奏家，以及陈世宪书法大师的查某囝演奏音乐，让精英酒店的门口充满了艺术甲音乐的气氛。陈世宪大师也表示，今年这幅创作比去年更困难，会当完成，伊相当欢喜。这个龙门联就是说，它写起来像一个门这个字的字形，所以它会有4张，然后呢是2对，所以呢是从外由内写，因为它很长，所以它有一种气势，所以呢古代就把它叫做龙门联。那我们发现这个精英酒店有这种气势，前庭很宽，所以感觉起来很棒，所以就用这个龙门联的这个造型来写。因为今年这个笔比去年那个笔还更大更软，所以写起来要更有劲道。那个劲道是一种自己写字才知道的一种能量那个能量在自己的手里面自己会有一种感受。所以今天天气也很好，然后感受很舒服也祝大家新的一年叽叽叫大发。精英酒店重视在地人文甲文学特色。这幅气势非凡的龙门联，也为来台南佚佗带房的旅客增加了厚厚的年节气氛。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为自己活，要为别人活。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我们接受很多人的帮助要让大家说看到我们能够
再开始。不一定真的要站起来，心理站起来比较重要。我即摆健康嘛是你予我的力量。我就哭着跟他讲说，我要把弟弟生回来。该哭的时候还是要哭，该走出来还是要，就是要开始重新生活。我长大以后想要当体育老师。我们很好，谢谢大家。感谢全世界，谢谢你们。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金鸡报喜迎新春，恭贺新年大吉利。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赖美惠，代表议会全体同仁，祝福乡亲好朋友新年事龙工商，皆顺成，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万事拢如意。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因为过年啊，市长热情地贴贴清洁队员的辛劳，24岁保伫环保局长的陪同，分别前往安南区甲北区，用红包来慰劳这类千文本色队员。同时嘛，首次发放10封富贵的纪念红包，引起围观的民众排队领取。市长热情地24岁保特别前往北区汉江附近，为了环保局清洁人员的辛劳，伊发予因1份红包。肯定每一当当大家欢喜过新年的同时，因有完辛苦地为市民服务，为城市的清洁卫生尽一份心力。环保局的同仁是非常辛苦的。台南市政府27个局处里面，环保局算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局处，啊，包括刮风下雨、假日、年节，通通都要出门。那尤其因为垃圾是大家比较不喜欢堆置在屋里或是在附近的。那如果说我们一天不上班，或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按部就班，那民众就会抱怨啊。所以你们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为了这个城市的整洁。当年市长来到汉江，都来先虔诚参拜，嘛伫过年前首次发放10封富贵红包，引起一些围观的民众拢真幸运排队领取，提前感受市长的祝福加过年的喜气。我们新的一年是金鸡年，鸡在12生肖排名第10，所以我们用10作为祝贺语的开头。那10方呢，就是佛家语，就是表示各地各处的意思。那富贵呢，就是我带给大家的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来自市政府、来自我本人的祝福，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富富贵贵。当年今年过年，市长纪念的红包除了有金鸡卵，也有立体造型的10方富贵设计，相当精美吸人。电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电信工作业为了迎接过年，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元宵嘛，规划了府城成功灯会，现场包括水神会展以及各式各样的会灯展览，估计将超过2000个，欢迎市民做回来现场欣赏。中西区是府城历史古迹聚集的区域，也是台湾民俗节庆发祥地。但是随着时代变迁，
真侪过去的传统渐渐无去，所以电信工作庙呈现过去过节的气氛，举办虎城成功灯会，希望带予民众传统过年的感觉。保持咱传统过年这灯会这特色吼。除了讲一般一个整片的灯海以外吼，阮内底还有一种纸雕的一种艺术的灯，非常漂亮吼。那么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讲，阮今日吼邀请咱台南市吼有这个6位的真有名书法家吼，今日要来共同创作两对对联吼，要来来砍在咱的这个门脸上吼。那么第二个特色吼，我今日利用这个灯会吼，甲咱地心宫有关系的庙宇，拢做一个介绍，包括马来西亚，包括日本，包括大陆厦门，甲咱台南市的附近这庙做一个介绍，哦，这是阮这届较有的特色安尼吼。我们郑成功祖庙这边，他们从去年开始之后，就是来用一个灯笼的展示，而且它的展示不只是灯笼，它甚至还包括水仙花，它整个展览，整个展览甚至写春联、猜灯谜种种的那个民俗活动，一直延续到元宵节了。所以说每一个寺庙跟每一个庙宇里面有各个特色，让我们台南市虎城行村的朋友们，他们除了去体验原来的那个小吃跟原来的古迹，还有相关文化之外，也多一个非常旅游的那个地方啊。今年灯会将会有1000粒的花灯，伫个祖庙周围大放光明，非常值得观赏。另外，也有水神花灯，也有彩灯美画灯。其中伫1月31号下晡2点，庙方也将邀请台南知名书法家现场写字，要来赠送给民众。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到现场索取。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为伫眼控台湾的不良宫农历初9元宵期间，嘛将举办点太岁、公明、文昌、财神等，并且还过7车平安桥。其中伫初8之天，庙方嘛将邀请市长来亲自到现场发红包，希望早予信众一冬好运满满。大湾凌霄宝殿武良宫每一当新春期间，拢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今年为农历正月初1开始，一直到元宵节，每一天拢有举办祈福仪式。除了点太岁灯、公明灯、文昌灯以外，阁有行7星平安桥。伫初9这天，阁有以道教古礼祈安礼道调整祝福大典，场面非常盛大。咱这摆是农历正月初9、15，全天候。咱面的时间24小时就是照往年拢有点光明灯、文昌灯、财神灯、太岁灯，搁过7车平安桥的活动。当然今年有较特殊，咱的玄武上帝旨意为着要嘉惠所有的信众，所以今年特别办这个。礼道调整祈福的大典安尼咱这礼道是今年开始落来安放安尼。另外，伫初8这天，庙方也将邀请市长赖清德来到现场发送红包，为大家讨一个好彩头。农历正月初8这个咱教皇上帝祝福大典，这次咱的赖市长10点就会来有会当场发送红包，尤其今年较特殊，神道有旨意，因为咱是教皇上帝祝福大典，一般天公生拢是信众安尼自由的来这个有这个教皇上帝雕像的所在自由参拜。但是咱凌霄宝殿武良宫一向自从民国38年神道旨意、玄武上的旨意，就是拢办这个团拜的模式。团拜的模式就是拢遵循古礼所以会感觉显得更加的隆重互所有的信众加足方便
大湾武良宫新春期间，每一天拢有举办活动，庙方欢迎信众到场参拜，保庇出入平安，发大财。台视新闻张慧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对于过年啊，过年时大鱼大肉总是免不了，不过医生提醒有大节节民众一定要避免食上油炒，也无将造成胃肠无爽快，或者是节节搁再压起来，甚至引起严重的并发症。胆的功能主要是帮助脂肪类食物的消化吸收。一旦伫胆内底产生结石，就有可能伫食饭了后1-2点钟出现腹肚痛，合并腹肚胀胀是要吐，而且痛痛的部位，更有可能转移到其他所在。根据统计，爱食肥肉、油脂食物，也即是有糖尿病的人，比较容易得到胆结石。容易罹患胆结石的危险因子包括第一个是女性。第二个是60岁以上，第三个是体重过重的人。那除此之外呢，有糖尿病这种慢性疾病的人也容易得到胆结石。那饮食方面呢，喜欢吃油炸食物或者是饮食里面蔬菜的摄取量太少的人，也容易得到胆结石。那除此之外呢，有在服用这个女性荷尔蒙补充治疗的人或者是说家族里面有胆结石的病史的人，也都是罹患胆结石的危险因子。医师指出，造成胆结石的一大原因甲饮食有关系，尤其现在搁要过年，大鱼大肉是免不了，上油也即是歹消化的滋味，应该爱控制食的分量，才袂造成胃肠无爽快，也即是胆结石发作。要预防胆结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饮食的控制，还有体重的控制啊。饮食的话，尽量3餐要定时定量，那不要吃高油脂的食物。那体重控制除了对预防胆结石有帮助之外，其实也减少很多其他疾病的发生。那过年期间有胆结石的患者，必须要特别注意避免大量的油脂食物的摄取，包括说像肥肉啊、五花肉、猪脚或者是鱼肚等等，或者是油炸类的食物。每一餐食用的分量不适合超过1大汤匙，以免诱发胆结石的发作。除了饮食方面爱注意以外，医师表示，平常时3顿也爱定时，避免长时间无食物件，同时也爱控制体重，才会当减少得到胆结石的机会。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下面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季风，有时好天天气，温度16度到20度，落雨9一成。海面边管风力6级到7级，上到阵风9级。感谢收看1月25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